享譽國際嘅優人神鼓劇團花咗1年嘅時間，為9份金瓜石創作咗一出歷史歌舞劇《黃金鄉》，訴說在地嘅人民故事，亦都係俾在地嘅第一份禮物。優人神鼓創辦人劉若瑀，佢用溫柔嘅聲音唱出30年代有住小上海之稱嘅淘金聖地金瓜石嘅大時代故事。2012年，優人神鼓宣布將沉潛咗3年，舊年亦都因為環保問題，主動撤銷木柵老泉山劇場保護區變更文化景觀區案，決定落腳金瓜石，成立新劇場。團員佢哋喺金瓜石創作1年，以截然不同於以往嘅歌舞劇，作為獻俾在地嘅第一個作品。劉若瑀話：早期佢就演出歌舞劇，多年以後再度開場，一啲都唔陌生。帶住劇團嚟到金瓜石，從好多在地人口中得知呢一座山城嘅好多故事，深深感動咗佢。雖然預定2017年成立嘅優人神鼓金瓜石新基地，目前仲在初期籌備階段，不過優人神鼓已經融入在地，呢一部黃金鄉亦將從聖誕節開始喺9份嘅星屏戲院演出，要帶遊客重回歷史記憶裏頭嘅黃金寶地。